人生嘅旅途入邊，有時難免會走重複嘅路。今集我哋帶大家進入歐陽明坤嘅內心世界，睇下佢會點睇呢啲無奈嘅人生。嚟到呢度啦，就係北京嘅天安門廣場。咁我哋而家就坐住3輪車。呢度咁長，其實我哋都係只係行咗少少嘅感覺，真係好特別咯。到底今次嘅北京之旅帶俾明坤啲乜嘢睇法同經驗呢？請密切留意下星期播出嘅《向北京出發》。